大家好，大家現在正在收看嘅係 Super Show 6香港場嘅應援教學 by SJVF。喺香港場嘅 Super Show 6嘅時候，我哋將會聯同 SJHKELF 一齊進行場內嘅聯合應援項目。喺第一日 Day 1嘅時候，我哋嘅應援將會以9週年為主題。請大家喺 From You 響起嘅時候，舉起中文意思係9年的我們做得好吧嘅手幅應援。當 From You 完結之後，中間會有一段 MC 嘅部分。MC 嘅部分，我哋可以首先聆聽一下佢哋對於呢一個應援嘅感想。之後下一首歌曲《Hello》，我哋就會接住上一個手幅嘅內容啦，再舉起一個再愛多90年吧嘅手幅。我哋呢一次嘅手幅應援呢，係2款連續性嘅對答形式嘅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手幅上面嘅提示，喺正確嘅歌曲嘅時候舉起正確嘅手幅。因為當大家都知道啦，如果你唔小心舉錯咗下一個嘅話，咁我哋嘅應援就會唔成功噶啦。我哋藉住呢個應援，希望向 Suju 表達 ELF 對佢哋嘅不離不棄嘅愛啦。我哋要一齊再相愛多90年吧。請 Island 歌曲響起嘅時候，大家要關掉手上嘅寶藍色手燈，或者我再重申多次，大家務必須一定要關掉手頭上嘅寶藍色白燈。如果唔係嘅話，我哋嘅星星海嘅效果就會唔靚噶啦。然之後請大家亮起手機上面嘅白燈，從而營造出星星海嘅效果。而如何亮起手機白燈嘅教學呢？我哋早前已經喺微博、Facebook、Twitter 等等嘅地方呢向大家介紹過噶啦。如果大家仲有唔明白嘅地方嘅話，可以去翻唔同嘅渠道去揾翻我哋教學啦。而且有一個溫馨提示，就係請大家務必要記得準備充足嘅電源，例如充電寶，因為呢，如果冇呢個電源嘅話呢，就唔可以進行呢一個應援項目噶啦。我哋到時見啦，拜拜。